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我是现爱妈妈。八宝蛇是台湾六大毒蛇内底一款，伊的名八宝的意思就是若好咬到伫100步以内就一定会死去。毋过八宝蛇袂主动来攻击人类，伊拢秘了真好，动作嘛慢慢啊，只是真毒。今日会想要讲八宝蛇，是因为我发现台湾有足侪八宝蛇的故事。为这个故事，咱嘛会当看到传统原住民对蛇的态度甲蛇的文化。因甲咱即阵的蛇的文化是足无共的。过去因是安怎对待即只蛇，是安怎即马会变无共款。后来大明大清时代的移民甲搁较慢来的日本人，因安怎互八宝蛇为一只有灵性的蛇变做是毒蛇。台湾的原住民有真侪甲蛇有关系的故事，今日要讲的是毒蛇之王八宝蛇。伊是排湾族、鲁凯族因传统文化内底一部分。因的传说、生活甲八宝蛇拢有关系。八宝蛇足好认的，因为伊身躯顶有真特殊的三角形的花草，真水。排湾族的人认为八宝蛇就是因的祖先，因看到的八宝蛇毋是毒蛇，因认为八宝蛇的个性就像因的头目相共，真独立嘛真安定，佮和平，袂互相攻击，也嘛袂主动去攻击别人。毋过若真正有必要的时阵，因就会变作歹，而且八宝蛇嘛袂四界乱踅。因通常是拢住伫有金线链的所在，因为金线链是因的药啊。八宝蛇佮爱晒日头，伊嘛无啥介意暗时啊出门。落雨的时阵，伊佮会找所在庇护。所以八宝蛇是互人当作保护人的一个神。因若拄着要做风台的时阵，佮会出声叫，提醒大家得爱小心。所以八宝蛇大的所在，排湾族人是袂去搅扰因的，也若是因的祭典内底有看到八宝蛇，这就代表应该有啥物代志顶打去，也是做毋对。这只八宝蛇是来提醒因，所以因就会请红姨去调解。排湾族也阁有一寡禁忌，像讲若打一只八宝蛇拍死，伊家己的囡仔可能饲袂大。若下过一条蛇皮，囡仔皮肤就会出问题，也若真正拄着八宝蛇，就爱赶紧闪开，就爱阁对伊有礼貌，袂使甲搅扰。也若真正有一只八宝蛇咬死人，要安怎处理？这只蛇就爱赶紧甲刣互死，也无这款歹运会传染互别人。部落内底的人，因是拢真尊敬八宝蛇，毋过因毋是拢总无刣蛇的。像讲若伫徛街也是因种田的所在，大部分拢是查某人甲囡仔伫遐的所在，若出现一只八宝蛇，伊就较有可能互人刣死。也若是出外拍啦的男性伫路顶拄着八宝蛇，因拢会念一寡话，甲因赶互走，袂对这个蛇安怎。原住民因嘛有蛇甲人结婚的传说。毋过甲中国的蛇故事无啥相共，原住民故事内底的蛇拢变做查甫的，毋是查某的。鲁凯族的蛇龙君因的故事，就是一只蛇要甲头目的查某囝巴冷结婚。这个故事讲，伫即阵武大乡大武川的头目，伊有一个查某囝号做巴冷，伊大汉了，介意着一个查甫的。毋过这个男性敢若巴冷看到才是一个人，别人看到拢是一只蛇。原来这个男性就是住伫大鬼湖的一只八宝蛇，伊住伫深山林内，
想要找一个女性来做伴，就派人去探听。别遮的蛇拢甲伊讲，巴令这个公主是真巧阁水。一只八宝蛇听了，蛇变做一个正缘投的男性去找巴令。巴令因厝内的人反对这桩婚事，毋过巴令坚持要嫁伊。因老爸一个头目就出一个题目互八宝蛇，叫伊就去南海遐摕着琉璃珠转来做聘礼。这只八宝蛇为着要甲巴令结婚，真正就去摕着琉璃珠。转来结婚了，因两个就转去大鬼湖大。巴令也阁会放一寡食物伫湖的边仔，互经过的人会当食。嘛因为巴令甲一只蛇结婚，所以因庄内的人就开始伫厝内做侪物件顶头画蛇的图，也是刻蛇的图。过一两冬，有两只细只蛇去找巴令的老爸老母，因就是巴令生的囡仔。毋过伊阿公阿嬷毋捌因，蛇毋知影就甲因杀死啊。可能就是安尼，后来鲁凯族的人就毋敢乌白杀蛇，也嘛因为安尼，蛇才会开始咬人。是安怎八宝蛇会咬人？母女中嘛有一个故事。传说是讲有一个女性，伊去山顶挽菜的时阵，看到八宝蛇伊身躯顶的花真水。伊就问迄只蛇母讲，敢会使借一只细只蛇转去因兜，伊会当参考蛇身躯顶的花草来刺绣。蛇母嘛答应伊，所以这个妇人人就甲一只细只蛇带转去因兜，嘛真正刺出足水的花出来。厝边头尾知影了，就赶紧嘛要来借迄只细只蛇转去。结果这只蛇互人借来借去，掠来掠去，蛇就死去啊。蛇母知影了，足生气的，所以就甲真侪只八宝蛇做伙来攻击这个庄头，真侪人就互因咬死。有关八宝蛇是祖先，也阁有灵性的这个讲法，为日本时代豆豆啊无去。日本人来台湾发现台湾的毒蛇足侪，迄当阵因已经记载有13种台湾毒蛇，因嘛知影八宝蛇较袂乌白咬人，毋过若互咬着，真紧就会过身，所以八宝蛇为日本时代开始，就互人当作台湾毒蛇的代表。为着要减少蛇咬人的风险，日本政府也阁会摕钱去买蛇，就是讲，若去掠着蛇，也是一寡较毋好的动物，甲掠去派出所，阁会当换钱转来。迄当阵嘛开始有研究毒蛇的单位，所以因嘛会发奖金，互人掠蛇去交。除了环境卫生政策甲研究掠蛇，1920年代的时阵，日本人就开始伫台湾做蛇皮的产品。这个原因是台湾的蛇足侪，而且这个蛇皮的色水嘛拢比日本的蛇搁较水。因认为，若政府出钱，会当发展变做是台湾的一种特色的产业。这个蛇皮产品卖较输欧洲也是美国做出来的。所以迄当阵有真侪蛇皮做的皮带、皮包啊、鞋啊、内裤带。一只蛇的皮互人绑走，也阁剩这个肉甲骨会当做补品，也是做药品。所以掠蛇去买的人就阁较侪啊。另外一个造成八宝蛇伫日本时代豆豆啊变少的原因是，日本人嘛食蛇肉，所以因来台湾去到山顶嘛要食蛇肉。一般佫认为讲蛇是愈毒就愈补，所以八宝蛇是毒蛇之王，足侪人爱食的。伫日本时代，为台湾驶去到日本的船啊，顶头嘛拢有足侪活的蛇，一部分因是要送去互餐厅料理，另外一部分就是要送去加工做药酒的。伊伫到要准备战争的时阵，皮是军队足需要的物资。真正讲到狗仔的时阵，就有讲到因用狗仔皮要去做军人咧穿的外套。蛇皮军队嘛足爱的，因嘛会买，所以这个造成山顶有足侪原住民会掠蛇去买。到战后，大家已经知影一只八宝蛇有足侪用途的，食蛇肉会当解毒，食蛇胆是会当治头壳痕，
啉蛇酒，佫会顾戏梗，所以毒蛇的计数是哪来哪悬。八步蛇嘛愈来愈少。1970年代来台湾的日本观光客，足侪拢会去食蛇肉料理。若以原住民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出现嘛影响到因八步蛇的信仰。人类学家吴大利伊就捌记载着伊伫大武山和平川皮尤马聚落听到的故事。庄内有带一只八步蛇，是咧保护大家，毋捌有人互即只八步蛇咬着。庄内的人每10冬拢会去即只蛇带迄张大樟树海下骹甲拜。1950年代的时阵，一个基督教的医疗团队来到这个庄头，这个医疗团队离开了，因就时常听到八步蛇咧叫。后来落大雨，但雷公佮死那，迄张大樟树仔转互死那讲着，树仔死去，八步蛇嘛死啊。后来人就讲，原来是即只蛇知影讲庄内的人特别离开伊去信基督教，所以要死进前才会一直叫。无论是日本人掠蛇，也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拢是代表外来的文化甲生活方式改变原本原住民因的传统文化。排湾族的诗人莫那能有写过一首真出名的诗，或者八步蛇死啊。大意就是咧讲八步蛇死了，互人装伫一个药酒矸仔内底。这本地是排湾族的祖先，煞变做是鼓励欲望的工具。查甫人啉即罐药酒，就要去基女经。也伫基女经听候伊的，共款是八步蛇的后代，排湾族的查某囡仔。这首诗真出名，若有兴趣，大家伫山顶就找会到。用八步蛇做主题来讲传统原住民文化因拄着外来经济力量的改变。八步蛇为神圣的祖先变做商业社会内底会当买物件，毋但互排湾族失去因的源头，也嘛害着因的后代。原住民甲蛇共同生活的文化受到国家的卫生政策的影响，佮受到经济力量影响，蛇是愈来愈少。西方宗教嘛，互蛇变做是魔鬼的象征，这互八步蛇为有灵性的蛇变做是毋好的毒蛇。其实蛇对人类毋是完全拢无好处，八步蛇因会当去食足侪鸟鼠仔。而且这个蛇毒的研究伫台湾是为日本时代就开始，因为台湾的毒蛇足多，所以台湾后来伫毒蛇血清的开发有真大的贡献。即马八步蛇已经足少啊，算是二级的保育类的动物，民众袂使因为伊是毒蛇就甲杀死。野生动物保育法内底是禁止一般人掠蛇、杀蛇。特别是甲八步蛇掠起来卖，毋过即款保育类的毒蛇，伊若走入去人厝内，也是对人造成危险，也是会使处理的，也无就是请消防警察来，这拢无违法。我今日先讲到这，足感谢顶摆伫 Podcast 平台，也是伫面册楼话听众朋友，也阁有就是有朋友特别甲我讲，北投毋是北投。当地人拢讲北投，也就是讲伊的发音毋是东西南北的北，是数字的北。大家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拢欢迎来面册，也是写批甲我讲。也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甲追踪这个节目，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留的互我。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ECP 的链仔。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爱妈妈，大家再会。